九巴推 App 先人指路。香港地街頭乜嘢最多？梗係巴士啦。但係邊條線最快，邊度有站就未必人人都知啦。唔想再喺街頭盲摸摸，仲唔嗱嗱冧裝翻新推出嘅九巴原廠蘋果 App。假設要由美孚去到尖沙咀，經 GPS 先揾出你喺邊度。咁我直接咗咁搜尋咧，其實就已經會知道咗最少車資係搭6號線，最少途經站嘅係242X啦。鄰近車站佢就會搜羅我哋附近200米範圍之內嘅所有嘅巴士線，咁我一次過睇晒嘅。唔少打工仔一上車就爭取時間分，呢一個 app 仲有個貼心嘅落車提示功能。佢會喺你落車之前，我哋會俾3個提示俾你，一路會佢會 push 一個好似 SMS 嘅資料俾你，咁一路都會響呢部機，都會震你部機，等你咧就係會3次2次，好啦就嚟到啦，咁叫你撳個落車鐘。呢個 app 九巴用咗半年嚟研發，前日終於推出街啦！一日之內就榮登 App Store 嘅第1位，有過萬人 download 咗。最重要，佢係免費㗎，待定旁身就唔怕搭錯車啦。